當年歐洲啊，有位君王獅心王李策，你知啦，出征打仗往往一去就幾年，後宮國色天香，乜 high class 都有，夜闌人靜，獨守空房，總會覺得寂寞，覺得凍。自古以嚟最純淨嘅資產就係田地女人，一樣都唔俾人喐得。所以獅心王未出征，先落閘整咗件資產保護裝置之王高級貞操帶，貴族啊嘛，唔屑用街坊貨。獅心王揾御用鐵匠打造一條自動反擊型防爆機關板，一有外物入侵，即斷根清場，定必應聲倒地。收妥條鎖匙，獅心王就披甲出征。幾年後重返皇都，一心榮歸解鎖，點知一開機關曾開，機心有痕，似係曾經滄海。獅心王頭髮綠光，面黑如鐵，呢次真係 Richard 變碌柒，心頭火起，下令全宮男姬脫褲稽查，務求揾出撬鎖入倉之賊。唔脫猶可，一脫之下頂。滿朝武士下體盡毀，齊齊打折，得返一位黑武士，福壽全歸，毫髮無損。獅心王後代黑君子問佢話：你忠心守道，本王賞你金銀城池，你講啦，你想要乜？黑武士紅都面晒，欲言又止。獅心王誠意拳拳，再問，點知佢唇張難語。原來佢斷咗條脷。武士出征在外，最驚唔係死，係翻到嚟後宮失守，地契變名，點咁算呢？於是佢哋揾教士兄弟會做信託人，幫手打理土地銀庫、莊園同女人，立契為據，寫明未歸西，此西徑不得亂闖，有生之年原璧歸趙，以防俾人卓。若歸西，由信託人按遺願處理，唔俾旁人蝦屌。呢套制度就係最早期嘅 trust， 唔靠法律，靠神職人員做人，唔靠保險，靠契約保命。你話前人幾潮？呢個制度就係最原始嘅 trust 信託，靠神職人員以崇高道德精神約束，靠契約保命，強制執行所願所想。你話前人先賢幾焉？當年佢哋講一句我信上帝，交託上帝，已經做到財產分配、資產隔離、稅務規劃。其實幾百年前佢哋就已經玩緊 Web 0.01嘅 Smart Contract。多謝閱讀，咸中得道。下集尖尖 Sir 繼續溝談闊論，溝暢不文，部分靈感及節錄源自黃霑不文集，純屬文化延伸演繹，丞相香港不文教父跪安。